大家好，我係淑男大叔啊。不如今日又講下人生啦。上次咧同大家分享過呢一幅圖啦，咁就關於自己成長嘅時候咧，會自己面對獨處嘅時間越嚟越多啦。第二最多嘅咧，其實你就係同伴侶啊或者夫妻啦。其實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大約20-30歲咧就開始結識自己嘅伴侶啦，跟住就慢慢成長啊，建立家庭啊，跟住大家就各有各忙啊，為子女啊，為自己嘅事業打拼啦。到咗晚期咧，或者我哋都退休之後咧，你會發覺同夫妻相處嘅時間咧，同伴侶相處嘅時間咧，又會多翻嘅喎。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如果真係要退休嘅時候咧，都要考慮下我哋之間嘅角色嘅轉變啦，同埋我哋相處之間嘅關係。呢幾年咧，好興講一個叫銀髮族離婚或者叫熟年離婚啦。其實熟年離婚嘅定義咧，係指結婚20年之後以上嘅夫婦咧，就選擇離婚。其實你最見到好多名人啦，譬如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啦，都從佢結婚27年嘅太太宣布離婚。咁呢一樣嘢咧，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嚟。比爾蓋茨同佢太太離婚嘅原因呢，就係無法繼續共同成長同埋生活。有美國啲學者研究過，主要離婚有兩個原因啦，就係當代女性擁有較高嘅經濟自主權啦。當佢哋喺婚姻之中咧感到唔開心嘅時候咧，離開係一個好固然係一個最好自然嘅選擇嚟。第二個原因咧，其實好多未正式簽字嘅伴侶咧，其實生活咗喺同一屋檐下啦。隨住時間嘅流逝，雙方嘅興趣啦、價值觀啦，甚至生活嘅習慣咧，其實各有自己各有想法啊。生活咧已經欠缺交流㗎啦。呢幾年咧，日本咧興一個叫卒婚嘅意思。咁卒婚咩意思咧？就係彼此離開啦，但係又唔正式簽字離婚啦，又唔打擾，又唔干涉，讓兩個人咧可以分別活出自我啦。咁咧喺呢個夫妻嘅關係中咧，大家可以有一個好輕鬆而跨出另一個自己理想嘅人生，但係咧又令到自己嘅心靈唔會覺得因為離婚而感到孤單同空虛。我個人又唔反對呢啲係啲個人嘅選擇嚟嘅，不過如果我哋可以在我哋自己青年啦、中年嘅時間咧做多啲準備咧，其實夫妻嘅角色咧可以一齊去共同計劃一個退休嘅角色。咁啊，大家要一個適應期啦。咁呢個嘢咧唔僅限於一個財務嘅安排啦，仲要係生活嘅重心啦、情感嘅連結啦，同埋健康管理咧，或者家庭嘅重新定位咧都好緊要。如果中年夫妻咧能夠喺提前協調好下咧，其實可以能讓退休生活咧從呢個焦慮適應期咧轉為第二個人生黃金期。講下財務規劃啦，咁啊應該由分工咧轉向呢個共同管治啊。咁啊，其實我諗要透明化大家嘅財務狀況啦，尤其是中年夫妻啦，有好多共同嘅資產啊、負債啊、退休基金啦。如果雙方可以徹底了解大家嘅家庭狀況啦，包括儲蓄啦、投資啦、保險啦，或者預期退休金，咁呢樣嘢咧，要大家一齊共同設立一啲目標啦，討論下退休之後嘅理想生活方式啦，譬如旅遊啊、搬遷啊，甚至培養興趣咧，去制定預算咧，及早策劃咧，其實係對呢樣嘢非常有幫助。二、角色轉換啦，咁重新定義個價值感啦。退休之後咧，好多人咧因為失去咗職場嘅角色咧，會產生失落嘅，尤其是男性啦。夫妻咧可以提前討論咧，工作者轉為生活者。譬如我哋可以透過做義工啦、兼職顧問啦，或者興趣嘅培養咧，建立一個新嘅身份。另外，家務嘅分工都緊要嘅。如果原本嘅家務咧係由一方承擔嘅，尤其是有啲傳統家庭嘅女性啦，咁退休之後咧應該重新分配下啲工作啦。譬如男性可以幫手買下餸啊、煮下嘢啊，咁都可以。另外咧，退休之後咧，可能夫婦相處時間咧會變成全天候啦。咁啊，到時因為見得多就自然摩擦得多啦。咁我建議大家咧保留翻自己獨處嘅時間，建立翻自己獨立嘅社交圈子啦。就好似咁，我之前講過一段片啦，就話要學習同埋享受自己獨處啦。其實隨住人年紀越嚟越大嘅咧，慢性病嘅風險啊越嚟越高啦。無論糖尿病啊、血壓高啊、心臟病啊嘅機會都好高。夫妻可以互相督促啦，進行啲身體檢查啦，一齊調節飲食啦、運動啦。再長遠啲咧，可能就要討論下未來如果一方需要照顧嘅安排啦，需唔需要買保險啊？住宅需唔需要無障礙咁改造啊？甚至老人院嘅照顧啊，等等等等。
另一個咧就係要考慮嘅咧，就係家庭關係擴展到跨世代嘅支持啦。咁咧我諗每個夫妻退休之後咧，都會有自己明確嘅退休財產分配啦。係咪要幫仔女買屋啊？希望咧，其實如果可以盡早咧同子女溝通咧，就避免子女有誤解而產生矛盾。其實有時咧，部分父母咧可能希望保留翻佢自己嘅積蓄咧，而唔係支持下一代嘅。因為其實我諗呢一樣嘢就係每人都有每人嘅人生啦。其實你就算唔支持個仔女去買屋啊，留翻少少備用啊、積蓄啊，去俾自己退休生活咧，其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過分嘅選擇嚟嘅。其實有一本書咧叫《Die with Zero》咧，其實佢講得出就係呢個理念啦。就係其實你自己賺到幾多錢，其實你希望你自己離世嘅一日咧，就用晒嗰啲錢去。咁其實咧就將你自己嘅生活咧，可以個優質生活咧最大化啦。咁你嘅調整都好緊要嘅，其實要接受有一個適應嘅波動啦，尤其是退休初期咧，大家嘅角色好混亂啦，大家彼此咧都好有情緒。我諗大家要接受大家嘅情緒，而唔係去責怪對方咧難以相處。It's okay to be not okay。其實要承認自己個心理咧係要調整啦。咁希望如果你哋即係有需要嘅，可能大家要及早參加啲退休規劃嘅工作坊啦。希望借助第三方嘅視角咧，突破呢啲盲點啊。伴侶咧其實係你夢想嘅支持者。其實你諗下，人生頭嗰60年係為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為咗自己嘅父母啦，為咗事業啦，為咗自己嘅仔女啦，去追夢。當人生停下嚟嗰陣時咧，你就要其實諗翻諗自己有咩夢想。如果一個理想嘅伴侶，其實可以希望盡量支持你另一半咧去追夢啦。其實你有時會覺得啲夢想係好奇怪或者不切實際嘅。嗱，譬如一個50歲嘅女人啦，想走去學芭蕾舞。咁作為老公，我哋應該點樣支持佢呢？其實都應該係鼓勵佢啦，俾佢嘗試啦。我哋應該用一個唔嘲笑嘅原則去支持佢啦。第二個實例就譬如可能一個丈夫想買一架露營車去環島遊，但係個老婆都覺得呢樣嘢我又唔中意戶外活動啦，我又怕嘥錢啦，又影響我個退休啦。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喺中間 compromise 呢？譬如夫婦可以協議啦，每1年或者每2年一次嘅短途露營車旅遊，我哋可以去日本啦，去外國啦，咁啊租架露營車，咁其中間咧就整幾日就住下啲木屋啊，住下啲露營車，咁其實兩個都可以互相即係支持大家嘅夢想咯。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啦，咁記得如果中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 啊。